在过年之前，大家厝内拢会清囤甲摒扫。不过最近有的民众因为长时间跪咧佚涂骹，所造成脚头发炎、着伤，或者是因为搬动腰去闪着情形。而且有的清洁剂是真强，提醒民众若咧使用的时阵，都要挂手套啊，注意安全。春节要到啊，一寡人厝内拢爱大饼长，啊，不过因为摒扫受伤挂病的人嘛对伫增加，尤其是长时间跪咧路涂骹，造成脚头受伤发炎，也是搬动面，致使腰脊骨受伤。像我这个年纪，弯腰的动作要特别的留意，不能临时的突然的弯腰啊。我可以稍微半蹲啊，膝盖有弯曲的方式啊，这样蹲下来。因为之后就搬重物的时候，要想不要只用腰用力了。我都会提醒我妈说，要记得要蹲下去，用你的屁股后侧这边要用力。有物理治疗师提醒，大摒扫进前爱先做热身运动，爱搁选择上适合的摒扫工具甲方式，像讲搬动面的时阵，脚头爱放软，唔是身躯硬。借由一些暖身的动作或者是伸展的姿势来让我们避免这个受伤的机会。长时间跪姿呢会容易造成膝盖发炎，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长度比较适合的拖把，我们用膝盖弯曲取代弯腰。整理环境的同时，爱搁注意清洁剂加疏通剂的使用方式。阳光基金会接到事故通报，有人加2种牌的疏通剂，20分钟使用，结果造成面甲颔棍受伤。类似事件，敢若1月份就发生3例。疏通剂都是那个强酸强碱，是蛮强的腐蚀性。他加了 A 品牌跟热水之后，就好像还是没有很有效，所以他就想说，那他换用另外一个牌子。他都还来不及站起身，就直接从那个排水孔这样喷溅，很大力的喷溅出来。基金会表示，伫使用强酸强碱类的疏通剂也是清洁剂的时阵，一定要看清楚使用方式。如果真正发生意外，一定要随冲水，搁赶紧就医，说明讲是化学受伤，注意各项安全防护，才当健康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